各位早晨，今日係6月9號，禮拜五，我係大華計顯策略師李慧嫻。咁同大家咧跟進一下尋日港股市況啦。港股繼續喺26,000點水平度拉鋸咁，等緊外圍金融同埋政治大事結果公佈。恒指咧收市升88點，收報26,063點，國指升34點，收報10,649點。大市總成交啦793億港幣，上升股份924隻，下跌股份啦669隻。FBI 前局長科米喺國會度做證咁講述啦，總統特朗普曾經要求佢放棄對於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嘅調查，並且要求佢忠於總統啦。但係科米嘅作供書面證詞未有為金融市場帶嚟太大影響。另外歐洲央行維持主要利率不變啦。雖然會後聲明將可能再減息嘅字眼刪除，但係重申每個月買債會維持到去年底並且有需要嘅時候將會延長。另外市場關注嘅縮減買債規模嘅言論其實喺會上都冇討論㗎。咁所以歐洲央行尋日嘅一個係言論都偏向鴿派。另外英國大選方面據初步嘅點票結果顯示，由首相文翠珊領導嘅保守黨只係獲得314席未能夠獲得過半數嘅議席。首相文翠珊更加面對就係落台嘅風險，有機會令到就係英國脫歐嘅進程受到阻礙。展望翻今日英國大選最終結果將會影響環球金融市場同埋港股表現㗎。走勢方面見到恒指尋日收市終於收高喺26,000點樓上，延續就係持續尋頂嘅形態，下一級阻力將會係26,155點。重新初步支持係10天線即係25,825點，守喺10天線樓上嘅話，持續尋頂嘅形態不變。不過要留意翻英國大選結果未如理想，會唔會有機會利淡港股短期嘅投資氣氛呢？